次為大家帶嚟呢個毛蟲蟲嘅 knit 啊，咁佢咧係好寬鬆，然之後好柔軟嘅落肩嘅設計，好有冬日慵懶嘅感覺。佢有兩個顏色，而家 model 示範緊一個咧灰灰地、紫紫地嘅色，咁佢成色咧比較暗調啲，咁啊少少辣辣地、型型地。咁我哋所以就幫佢配贈咗一頂好靚嘅帽，咁啊呢個顏色撞一撞佢，咁有翻少少女仔嘅感覺，得嚟咧又唔會話太甜喎，咁啊適合型格嘅女仔參考。